破地方房间这么多，得找到什么时候啊？救人嘛，急不得的。哎，这间屋子是不是还没看？我们进去找找啊。好，走。这里怎么看也不像是关人的样子啊！哎，说不定有什么机关之类的，我们大家找找看啊！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想困住我们？这是禁制法阵，我们一时怕是出不去了。糟了，四方他们有危险，我们快想办法出去啊！万劫八荒镜，田奴这是怎么了？这是用田奴的心头血来做阵，这会要了他的命的。我试试，先把这个阵给破了。这只笨狐狸，怎么还不来啊？四凤，我们这是在万劫八荒镜里吗？好像是。我们怎么会在万劫八荒镜里呢？紫狐呢？帝君，不得了！帝君，了不得呀！战神命柱又开始闪动，那楚玄机恐怕已经进入到万劫八荒境中了。他不过离开我几日，竟已遇上万劫八荒境，此事没那么简单。那就是我一直在梦中看见的那个人。你是说那个女将军？嗯。玄机，她果然长得和你一模一样。她好像心里藏了很多事情。她到底想要告诉我什么？她现在在何处？玄机也好，万劫八荒镜也罢，
这可都是人界事儿，天界不可干预人间事儿。小仙查不了。小仙不便久待，就此告辞。坤仙咒，帝君。我用元神念力设下此咒，你若敢强行突破，必会让我元神聚散。司命，那你的罪可就大了。哎呦！仅此一次，告诉我玄机的下落。帝君，您这是何苦呢？战神的关键记忆不是已经被您从他命柱中抹去了吗？就算他进入到万劫八荒境中，那看到的也只是零星片段而已啊。哪怕最后他觉醒了，那也绝不可能想起以前的事儿啊。这一世，我绝不能再放任他不管。帝君，这人各有命啊，不管你再怎么想挽救战神，咱们也不能违背天条啊。对了，凡人若是入了万劫八荒境中，便是窥探了天机，那么窥探天机必然会引来天雷。引来天雷？聪明。您就顺着这个方向想，说不定能寻得楚玄机呢。要是您想出来了，也是您自己的功劳啊，我什么也没说。你即刻回司命殿，若战神的命柱有什么异动，你就算用尽仙力，也要将他的命柱封印，绝不可叫他在这时苏醒。快去！若办不好，绝不饶你。小仙明白。这是哪儿？这是？难道这是天界？你很能打是吧？来，跟老子打一架！我不想跟你打架。你是不是怕我呀？你连老子都打不过，帝君凭什么派你率领天界仙君去跟修罗对阵？一点都不差。爹，帝君有令，平日任何人都不能打扰战神将军。将军，别在意。将军，朱雀奉百灵帝君之命，前来向将军传军令。说吧。修罗王已率领修罗左右使与修罗12煞攻向了生死海岸边，帝君令将军即刻出战。帝君认为此刻正是斩杀修罗王首级，一举击溃魔族大军的好时机。帝君说：“恭候将军凯旋。”击溃了妖魔大军，战事就结束了吧？这样，我是不是就不用打架了？这个，走吧。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了？修罗王，妖魔大军，难道这是千年前天界与妖魔界大战的时候？好像是。万劫八荒境能看透万世过往，这些是千年前发生在天界的事情，好像与你有关。可是千年前，他到底是谁？他们都叫他战神将军，莫非就是传说中的让妖魔大军节节溃败，灭掉修罗王的那个战神将军？玄机，他和你长得一模一样，还经常出现在你的梦里，应该就是你的从前。是吗？我以前不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，是天界的战神将军。你看，你以前总是这么吓着自己，现在算是明白了吧？他可是位了不起的人物。
他就住在这儿啊？也太过冷清了吧？那是定坤剑。对，是定坤。怪不得，也只有你能唤醒他了。是廷奴，他跟我说过，他以前是天界的医官，是因为什么事情才被贬下人界的。将军，将军的伤还没有痊愈，又要领军亲征，要不要小官向帝君禀告一声？这次就不要让将军亲自出征了。我的伤不要紧，妖魔大军主力群聚，如果我不去，没有人可以担此任，不必让帝君为此事忧心。唯医者最担心的就是患者不爱惜自己的身体。将军这次大战回来，恐怕是新伤夹杂着旧伤，让小官无下手之处。我尽量少受点伤，不劳医官大人费心。我并非此意，将军保重。小儿，欺人而无训！你们修罗一族嗜杀成性，今日我就要让你们像那罗侯祭都一般，死于我战神剑下。你是天界战神？是你杀了魔煞星罗侯祭都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啊，怎么回事？修罗王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他说的什么天大的笑话呀？帝姬、玄清，我们穿过这迷雾看看。好啊，战神，你好狠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镜子让人进来了，却为何不让人看到这一段呢？确实奇怪，好像被什么东西镇住了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不过是一把杀人的刀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我听见他的声音，我会感觉那么难过？以前我觉得我跟他是两个存在，他是他，我是我。可是我现在明确的、清楚的感受到他的愤怒和无助，可是我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什么都看不到？以前翻阅万劫八荒经相关古卷时，确实有人提过，若是一个人的过往被尘封起来，就会影响到万劫八荒经。看样子，你的过往确实被尘封了起来，才会有这些零星的片段。1000年了，为什么还要尘封？为什么？天界为什么要抹杀我的过去？玄清，不可执念，小心迷失在这个记忆碎片之中。大胆无知起，竟偷取了宝阁中的君天环和侧海钩。战神，我要你下界捉拿无知起，我要魔域彻底从三界消失。吴思琪，拿出束手就擒，将君天侧海还给天界。君天侧海是天界的吗？你杀了魔煞星，抢了他的君天侧海，老子不过是帮他把东西拿回来而已。战神，修罗王让俺老吴带个口信。哼！战神，本王为你所杀，残留着最后一口魔气，只为送你一份大礼。你且好好看看，拜林帝君神殿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这一切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
将军这是要反吗？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百灵的身影，好熟悉啊！你欺我瞒我，骗我做这战神将军，亏我一直这么信任你，你怎么敢和整个天界这般利用我？柯南，战神，你忤逆犯上，密谋谋反，罪无可恕。我有什么错？错的是你们，让天帝来见我，不然我毁了整个天界。纵然你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也没有擅闯神殿、忽视帝君的道理。这天界，我守的，也杀的。拿下！百灵，今日我要你给我一个交代。百灵，我不会放过你，我会杀了你，杀光你们这些鼠辈，为自己报仇雪恨。为何不敢出来见我？难道天界都是藏头露尾的鼠辈吗？将军是要见本君，我有何罪？错的是你们，是你们利用我，让我成为天界的杀器，利用我杀了不该杀的人，做下无情无义、狠绝的事情，到头来还要定我的罪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你恨我负你欺你，定要报复天界是吗？我一定要讨回公道，要黄泉碧落，永坠阎罗。求天帝网开一面！寡人放你下界，力竭时事，消你怨气，造化如何，全凭你自己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我要罚下界？我什么都没有做错，你凭什么要罚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尘封我所有的记忆？为什么什么都不告诉我？玄机，你看着我，你振作一点。你不是战神，你是楚玄机，他们都还在外面等着我们呢。你不要再陷进去了。我要弄清楚，我一定要弄清楚。玄机。玄机。我也会出现在其中，这是我的历劫记忆。莫非玄机也曾和我一起历劫过？
好了，你脚上的伤本不应该再继续这么勉强跳下去。你若恢复不好，只怕以后连走路都不便。我本来就没想过什么以后，我也不相信这个世上有什么真心。我不会跟你走的，我只等一个人来接我。揽月呀，乔公子来接你啦，说要接你回乔府，赶紧收拾收拾。我说吧，他会来的。你说你不信真心，但你却信他，那你又可知那个乔公子是一个怎样的人？我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，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会信他什么真心。我谁都不信，我只信我自己。我记得。不，玄机，玄机，你不要去！这些人都是你杀的。对，我不但要杀了他们，我还要把这里全都烧光。他们乔家凭着国舅在朝廷的权势，暗地里做了多少龌龊之事。我爹刚直，上奏弹劾，却被诬陷谋反。我爹，我大哥，还有我们全家的男丁，皆被斩首，女眷流放为奴，都是拜他们乔家所赐。所以，你一直在等着这个机会。从你知道乔公子的身份就开始谋划，让他为你赎身，带你回乔府。这所有的一切，你都是为了报复。赶过来，你快走！这里有一些钱和天器，这些都是我为你存的，你拿着。你不是还想找到你没有找到的亲人吗？你快走，快离开这里！你怎么知道？你自己喝酒的时候不小心说了，只是你自己忘了而已。你走了之后，就没有人会找到你，之后你就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找你自己想找的人。你呢？你留下来替我顶罪吗？你不用管我，他们抓了人之后，就不会再继续追了，这样你才有足够的时间逃走。为什么？你说你不相信真心，我只是想让你相信而已。这一次，我要为我自己赌一次，我赌你会不会把我记在心里。怎么赌？等你死了之后，悬着这滴血来问我吗？别傻了。也许呢。快走，走，走，快走，走，快走！哎！
真是个傻子，谁会把你记在心上？这只是前世，别想了，先找到玄机要紧。这难道我和玄机的历劫都曾相遇相识？信王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皇上为君不仁，致朝纲紊乱，百姓遭难，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。我要为这个天下重振朝纲。你大胆！父皇，你是？我就是那个被废后生在冷宫的你的女儿，没想到吧？我说过，你想要，我都会让你得到。皇上龙玉归天，传位唯一姑且，静元公主。若静元公主就前继位，封为新帝。吾皇万岁万岁，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，如今政权已稳，为何还要赶尽杀绝？自陛下登基以来，血已流得太多了。信王拥兵自重，结党营私，屡屡罔顾皇誉，蔑视君威。信王的罪，还需要孤来安吗？我以为我为你做的已经足够让你信任了，可终究你还是要杀我。这世上最难测的就是人心。信王在朝中一呼百应，让我怎么心安？我为你夺天下，顾政权，守疆土，到头来还是敌不过一句人心难测。信王可以选，你一人赴死，我就此对其他朝臣停手；又或者你抵死顽抗，我就彻查你朝中党羽。信王，你觉得呢？也罢，我愿陛下以后能信可信之人，才不至坐拥江山，无边顾忌。你大胆！我说过，你想要的
我都会给你。不可能，为何都是这样的结果？难道注定要这么收场吗？我不信，我和你一次次相遇，绝不会如此。你真的要用禁术把眼睛换给我？你身为巫女之后，若无法习巫术，继承衣钵，你就会被火祭。我不愿意看到你死。就算是这样，我也不会记得。我知道，你好好活着。你告诉他们，你在山中祈福，被天神垂怜，才重获光明。若是让族人知道我们使用禁术，仍然是死路一条。我会让自己死得远一点，不叫任何人发现这个秘密。今生今世，你我生死不解。生死不解。好，你走吧。我们两个今天只能活一个。
你这除妖师是不是疯了？正气好光会死的。成仙成魔，与你何干？就算被天雷劈死，我也乐意。你为什么要对我穷追不舍？我用我毕生修为，要出你一身力气，是为你死后不会被戾气所困，得以安然。你这个人，拼尽性命，只为化我一身戾气，我真不懂，你到底求什么？我又不是什么好人。我若你的劫，只能得此劫，你不懂也罢。只是，你不要忘了我。这是你的劫，与我何干？我为何要记得？忘了我也没有关系，我都会等你。你在哪儿，我都会找到你。这是你的劫，何必强求？我说了，只要你告诉我藏宝图的位置，我就立刻放你走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藏宝图。你我相识多年，难道你就不信我了吗？你我相识多年，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？谁要看你这些没用的东西？我告诉你，纵使你用一生来化我，我也不会看你一眼。哼！师兄只用了5成的功力。是看不起我吗？你输了。是你心中只有输赢一事吗？是，掌门之位，我势在必得。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和你争什么，终究是我一厢情愿。
这样的结果？难道注定我要和你这般收场？我不惜没有一回我和你是一生相守。师父，玄机子湖。不好，他们的元神已经被吸入镜中，产生了心魔。对不起了，我只是暂时把你们支开，让玄机那边可以顺利成事，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去了。不行啊，这结界破不开啊！李岩，血轮破着阵，我们一起施法。成功了，快走！走走。若是你做知己，你为何要杀我？有人出钱买你的命，你是我最后一个任务，你死，我从此自由。若不成呢？我毒发生我。为什么？我希望我死以后，你莫要忘了我。你死了心，我又为何要记得？忘了也没关系，我会等你，总会找到你，到时候把恩怨想到9次终是如此，是我强求。若终今你历经世事，与你相缠却依旧不得善果，我所求又为何？快醒过来啊！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我有何罪？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？在天界，本来就是个笑话，你竟然还想让我重新修道为仙，真是可笑至极！我宁愿永坠
成魔，成魔！我要把这不公平的天杀个干净！糟了，战神力量已经开始觉醒了。战神召唤了战甲，顺着战甲，老子今天一定要找到。四凤，是真的，玄机他真的是什么？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你说呀，玄机怎么了？玄机他是战神转世吗？
或是在附近的几个城镇，一定得找到玄机。战神，哼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和你打上一架。哪个不长眼的混！什么玩意儿？你好臭啊！偷了我的定心盘，又想去哪儿捣乱？青龙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臭口喷人了。上次就是因为你作祟，所以害得老子丢了定坤。这次战甲丢了，又没追回来。战神马上就要苏醒了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耽误不起的。哦，战甲，不是好好在这儿吗？你瞎呀！你好。他刚刚没在这儿。哎呀，我不管，反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老子要下去看看。不能去。为什么呀？战神马上要觉醒了，你算老几啊？不让你下界呢，不是我的意思，是帝君的意思。他有特令让我看着你，不让你插手任何与战神有关的事情。你呢，还是乖乖跟我回去吧。我不信，你也休想管着我。师父，师父，你醒醒啊，师父！玄机，玄机，玄机，天狗，什么情况？他们什么时候能醒啊？他们的元神已经回到了他们的体内，只是受到镜子破碎的冲击，休息一会儿就会好起来的。战神的力量没有彻底觉醒，玉儿可怎么办？柳奕欢在搞什么？居然开天眼，打断战神觉醒，坏我大事！堂主，既然战神身份已经得知，那属下干脆立刻把楚玄机给抓回来。等战神觉醒之日，堂主以炼魂鼎吸取了战神之力为己所用，那一切都在堂主实现大业的计划当中了。这样岂不痛快？楚玄机性子烈，如果硬来，一旦横生枝节，让战神不能完全觉醒，那他的力量也会大打折扣。这个险我不能冒。我倒是有一个法子，可以激发出楚玄机内心的战神之力。你去告诉柳奕欢，要想他女儿活命的话，就按照我的法子来。是。玄机，你醒了。你们，玄机，你们都在，太好了。我们当然都在了。来，先擦把脸吧。怎么了？热的。你能感觉到热啊？你又是恢复了，太好了！你要觉得烫，我帮你凉一会儿啊。没关系，不烫。我觉得很暖，很舒服。学姐，
你在那镜子中到底看到了些什么？我看到了我的从前。你从前真的是战神将军吗？玄机果然是战神将军啊！我那个从前连法术都学不灵的小师妹，竟然是这样的大人物，怪不得连打腰鞭都被震碎了。我当初以为是定坤的威力，没想到是玄机自己的力量。何止啊！鹿台山杀骨雕，海碗山面奥音，哦，还有高士山的三昧真火，我还白担心了这么久，以为小玄机是着了什么魔，早知道是战神转世，我还担心个什么劲儿啊！哎，玄机，你快说说，当战神将军是怎么样的？是不是特别威风？特别讨厌。我讨厌战神，讨厌我的从前，讨厌天界，讨厌镜子里的一切。那里只有血、战争和谎言，什么都是冷冰冰的。他们骗你？你说天界啊？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只是看到，当时我被锁起来了，我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和痛苦，可是我说的话他们根本就不想听，他们恨不得我赶紧从那里离开。还是在这里好，这里有你们在，有你们陪着我，我觉得我才是真实的活着。没事了，玄机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不过我的小师妹既然是战神将军，这要是说出去，少阳派多威风！不可以把玄机的身份说出去。天虚堂要复活魔煞星，而魔煞星最大的敌人便是战神，难免天虚堂再对玄机生出什么阴谋。对，你们看我这脑子，我们得为玄机保密才行。玄机，你在镜中可有看到司凤？是啊，司凤说她九世历劫都跟你有关的。九世历劫？我没有看到什么九世历劫的事情啊，我只看到了我在天界的事情啊。秀，万劫八荒镜映出的是心中放不下的过往。小凤凰能看到你，是因为他放不下你，你看不见他，说明你心里根本就没他们。啊！亏我之前还瞎了眼，还想撮合你们两个，现在看，你趁早离他远远的吧。不是这样的，刘大哥，我们在镜子里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发生了什么，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只看到了小凤凰醒了以后，心气郁结，当场吐血。一世受苦是倒霉，三世受苦是赎罪。9世都因你而死，我看只能用命理犯冲、八字不合来解释了。这一世啊，我拜托你行行好，放过小凤凰吧。玄机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就是听见司凤说的这些，我特别难受。总感觉心里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喘不过气来啊？看来还真是恢复60了，都知道心疼人了。对了，刘大哥，司凤呢？司凤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没准气死了。走了。玄机，哎，你干嘛对他说这些啊？实话实说嘛。那小凤凰这个人，你们自己不清楚啊？有什么苦什么难，从来都只会憋在心里，不会对别人说的。我不替他说，这傻丫头怎么心疼那傻小子啊？今世，你我生死不见。生死不见，纵使你用一生来化我，我也不会看你一眼。司凤，司凤，司凤！
你死，我从此自由。